報社評，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批評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安排違反了人權或言論自由的指的完全是垃圾，因為每一場活動都有安排傳媒採訪。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半數行程是由新聞處發放片段，根本沒有開放與記者採訪。新聞處是官媒，他所製作的片段是官方版本，只是宣傳片，又豈能等同記者採訪？若特區政府這樣看待新聞自由，是嚴重倒退。唐司長的垃圾論是令人擔憂的垃圾言論，嚴重危害採訪自由，所以必須向唐司長說不。李克強訪港3天，共有20項活動，但當中有10項活動根本沒有安排傳媒採訪，只有政府新聞處拍攝片段，再經剪輯向內公佈，當中攝錄不同人士與領導人交談的情節。乍眼看來跟新聞片段沒有兩樣，但其實只是新聞處發放的官方片段，屬於宣傳材料。這些官方片段到底刪減了什麼內容？誰負責釋選？領導人對待特區官員的那些言論被河蟹了？傳媒無從知曉。就以李克強在酒店與曾蔭權會面為例，根據政府新聞處發放的相關片段，副總理與特首言談甚歡，但事後內地官方新華社發出報導，提及李克強要求曾蔭權要切實有所行為。政圈的解讀更指這是李克強的憤悔。如此重要的言論，新聞處相關的新聞片段卻未有提及。政治人物的接觸，一言一行、一個表情動作、身體語言都充滿政治意涵，因此記者必定追求親身採訪，以作第一身的觀察。如今傳媒只能收到新聞處的所謂新聞片段，根本無法判斷當中選材是否準確，更遑論從中作出專業的政治解讀。公眾的知情權也被剝奪了，政府也會爭辯。若領導人每項活動都讓傳媒採訪，數十部攝影機、相機爭相拍攝，定必引來混亂，極度擾民，故由官方代拍無可厚非。但香港新聞界早有共識，每逢遇到類似情況，即會安排個別傳媒機構派代表採訪，然後把片段或相片向所有媒體發放，可保障採訪自由。如此行之有效的方法，為什麼政府棄之不用？新聞自由是香港的重要價值，必須維護。今次有關李克強副總理訪港的採訪安排限制太多，嚴重妨礙採訪自由。可悲的是，下屆特首熱門人選之一的唐司長不檢討有關做法，反而發表垃圾言論，令香港新聞自由蒙上陰影。